羽毛球，羽毛球。哦，第二个提示，饲柳，饲柳，饲柳，爱饲。饲柳。哦，啊，无好。第三个提示，台湾人发明，台湾人发明的哦，羽毛球、饲柳，台湾人发明的哦。哦，咁唔知哦，来第四个提示，花金星，花金星。哦什么是花金星咧？有花星哦，拢无人知。拢无人知。你知影就饲落，来，举手无不要效紧。，举手无效。嘿，来，好，唔知唔知哦。来第五提示，来，嘿，惊囡仔，嘿，惊囡仔会哎呦知啊，记得吃哦。知影无？知影无？嗯，来哦，来哦。来哦，知就来。啊字什么好讲看麦。电棒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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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种行为，电棒啊，忙输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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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忙输啦，有三字嘛。忙输啦，嘿，忙输啦。忙输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忙输啦，对唔对？差一输啦哦。哦，这明显差一输啊呢。哦，来，这三位咱有机会啊。对对对，老师讲差一输啦。好，来来，哦，来，社长。电棒输啦，电棒输啦，电棒输啦，对唔对？好你对。哦，来，分数先加入去。终于得到5分咯。即摆是迄个物件吼，到底要讲伊用输的，敢会使啦？可能这点的小可有人无共意见啦。嘿，啊，电棒啊，这无唔对嘛。问题是讲迄支要叫做啥？就是讲电棒啊会啥安尼啦。吼，啊，即摆较侪人讲的可能就是电棒啊飞，还是电棒拍，还是棒啊电。棒啊哦电，就是讲伊是有用电这点，可能要讲出来。是，嘿，所以拄仔讲差一输啦，就是讲是概念上是对，啊，毋过因为是有通电的，是所以迄个电无讲出来，就较无直接迄落啦，哦嘿是嘿，啊，所以这是嘿，大家会当参考，就讲安尼动作，安尼敢会当算是顺，吼，这点可能会当有讨论的空间，吼，啊，就是有人讲迄用拍的，啊，有人讲用顺的嘛会使。对蒙古以来，对蒙古语哦，蒙古来的哦。是哎呦，那第二个提示，有一寡人讲话，有一寡人讲话蒙古，有一寡人讲话是啊咧，要讲啥话咧？真特殊哦嘿啊，来哦，第三个提示，一个城市的名。哦，来一个城市的名，我都无知。乌鲁木齐为什么是乌鲁木齐？蒙古语啊，有一寡人讲话啦，这人讲话吼，我都无知啊，听无安尼。哦，哦，是，伊是一个城市的名。是后来大声甲老师讲，你的答案是，我都无知。对啊，厉害厉害，我无就做好听嘿啊哦。后来分数先，佮加5分咯。嘿，后来上尾啊一个，哦，尾啊第五、第四个。 十句无一句真呢，哎呦，啊我都无济啊，是嘿啊，是啊，上尾也是，乌白讲，嘿，因为咱拢形容人就是安尼，对啦啊，你讲的拢我都无济，乌鲁木齐，嘿袂听字，袂听字。是出国爱炸，出国爱炸诚济物件，系啊，是啊敢，讲嘛爱炸嘛？哦，嘿嘛有可能嘿啊，哦对不？来，第二个提示，袂使托运，袂使托运，就袂使当寄个迄空，嘿系啊，爱放喺身躯爱放伫身躯出国爱炸的哦，是虾米物件咧？嗯嘿，来，通常第三个提示上紧哦。的，手要准备哦。第三个提示，李电池，你哦，阿伦，好阿伦来，这产的毛巾吗？无这反正无证啦，这行动电话，行动电话，诶，哦，厉害哦电话哦，好，你行动电话，哎大声甲老师讲，你的答案是，行动电话，来，老师行动电话差一输，啦哦。哎呦差几输啦？哦，给档了，给档。来，给档来，行动电源，哦，行动电源是，大声甲老师讲，你的答案是行行动电源，动电源，几啊，几啊？几车啦，
分数甲加落去啦。虽然到尾到。唔安尼讲，好酒沉甕底啦。对，好酒沉甕底啦。是。后来咱搁扫下去看，会使放伫落地啊。嘿，无对。啊，无电的时阵是9千啦。是，啊那咱咧坐飞机的时阵就袂当放伫皮箱内底。袂使哦。嘿，你用叫落来。我无想到我是用伊的来。哦，哎，你也感谢。没我，还没小老仔来着。可以唱歌啦。对。来，咱即马来食，问一个，咱激动的。庆机卡。你感觉？因为我看你一直伫遐丢毒，不过你真肯定就是要徛伫遐食，所以讲你讲的是庆机卡。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歌手，刘马阿德，伊金门人，伊敢若捌甲我讲过。哦，阿德老师啦，嘿，来过。伊捌甲我讲过这件代志，所以我会记得是庆机卡无毋对。庆机卡，所以伊金门菜都特别用。对。是，好，我来问者，去过金门佚佗的人举手。哦，哎，无多呢。嘿啊，徛喺遮是对的啊，你无看？嘿啊，对无？7个咧。嘿，你袂赴哟？哎呀，红险哦。嘿，分散红险，结果无人哎，因拢唔知影这个观念。嘿啊，因为这是铁矿啊。铁矿石。铁矿石，即嘛敢若唔知会好还袂好，敢若真歹吹啦。嘿啊，我金门敢若无铁矿呢。嘿啊，是，不要紧，风险嘛分开，嘛是对的啦。好，嘿，无定就是你哦，爱有自信。好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卡，来，咱即马 A 甲 C 先休困一下哦。阿君啊，请回吼。来，咱台湾个人去内底。咱传统讲金门有三宝啦，吼。啊，金门三宝一般拢是讲高粱、贡糖甲菜刀啦。吼，啊，当然可能佫有新的三宝啦，吼。啊，这菜刀这做出名，啊，拄则已经有讲一部分啊嘛，吼。主要是因为迄个823炮战迄个期间，吼，啊有足侪即个炮弹庆祝，吼，啊怎？听讲有超过100万外粒无，100万外粒，吼，哎，这炮弹吼，啊，所以讲庆祝炮弹这物件，就是讲伫个这个金门算做足济啦。啊，这虽然讲嘛是一个战地，一个马上算讲悲惨的代志，啊，毋过就是讲这做倒仔的吼，怎看到这个机会，就是讲去捡遐个已经是无路用的这个炮弹庆祝的卡。来做这个更多的对啦，吼啊，所以这是这个答案就是这个 B 吼，嘿，以上。4、3、2、1。哎呦！哦，老师，你足灵的啊！你数过来。袂激动啊！你拢走，做你家己一个人走，你拢无咧顾队员的呢吼。你拢你拢再见哦，嘿。我算。家人庙口大汉的嘛，哦，等于说就是伊个米粉啊咧烧落，粉浆啦，弄边啊，啊，好伊家己烧落，哦，啊，食起来敢若粿啊，哦，啊，恁那拢无要甲恁队员讲一个，啊，时间到啊，哦，时间到啊，是伊家己无错一条，是，来，我来问一下咱小瑞啊老师，小瑞老师，来，嘿，你嘛是鼎边，吼，你鼎边吼家己烧落去安尼哦。阮是用三去法，毋是第三个，毋是。啊，烧这里是一边行一边坐。哦，一边行一边坐。一边行哪行哪坐。是。嘿。哦，哪行哪坐。所以阮就烧，热烧。哦，就是慢慢的意思嘛。是，啊嘛捌伫家人庙口食过。鼎边烧，阮台湾嘛是有，是好，所以阮就分散风险甲分开，安尼是对的啦。好，来，咱即马是，你讲要问老师什么？老师，这是柯震东的柯震东。初叮当，初啦，初初的啦，啊，初叮当啦。你感觉初叮当是什么货？伊的动作？因为咱有一个台语词叫做烂烂蛇，哦，啊，这蛇为什么来讲咱慢慢啊行啊，拖时间咧前，哦，啊，这个初叮当感觉迄个动作嘛是安尼聊聊啊稳稳啊安尼，哦，所以阮讨论的结果是讲嘛是分享，
是风险甲分开啦，所以讲在座应该拢是风险甲分开的吼。好，来，乱胡哥哥，来，咱做食的做遮尔久，你真正捌食过这无？我食过啊，捌食过，啊你唔知这所谓意思？我唔知这所谓意思，因为我拄啊今日想起来，我有伫现场看因咧做啊。哦，看伊咧做，因为迄真正是迄物条甲切了啊，处理，一条处理安尼。伊甲做这动作，对，迄个动作安尼。哦，这嘛是真有道理。明白哦。哦，好，来，即嘛。这位就跟他你尔，啊，阮就跟他访问你尔啦。真卡人，是，所以你会感觉是切片的意思。阮咧分散风险啦，伊是搭伫咧顶边无毋对。是。啊，阮咧想讲迄个蛇鱼啥物意思？嘿，无啥确定，啊，无人经济学来食好啊。哦，万不利若对，就是一个人独赢。嘿，独赢。你呢较早收工了。嘿啊，嘛袂歹啊。好，来，看伊当较早收工无？加油哦！嘿嘿。来，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。B。厉害！啊，这是蛇真趣味啦吼，伊其实有几下意思吼，一个意思是可比讲迄个蛇伫涂骹咧扫迄种动作，吼，啊是讲呢热蛇拄才有人讲啊嘛吼。迄个敢若无一定有啥物目的，无目的地吼，啊，就安尼四界行，迄嘛是一种蛇。吼，啊，咱鼎边蛇这个名嘛介趣味，确实就是像拄仔已经有讲着吼，伊迄米酒啊对伊迄鼎边安尼啊豆豆安尼吼，啊，因为迄个温度的关系吼，种啊就安尼哪厝哪叮当安尼落嘛吼，对啊，所以用这个名其实是真活跳。嘿，所以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讲伊安尼一直落安尼，厝叮当安尼，嘿，好，以上。